平安，咱即摆来看的是我每一首圣诗唱头前的2节好无？
伫网络顶收看，甲礼拜堂来兄弟，大家平安。请平安心来敬拜上帝。来啊！咱来唱歌学老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120首，上帝权能实在奥妙，请会众起立。
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你保守阮的脚步，引带阮来到你的圣殿内面，三甲组织敬拜。感谢你顾守阮伫即礼拜中，无论拄着什么款的代志，你拢互阮平安顺遂经过。感谢主，你赏赐恩典满满伫阮的身躯顶。虽然阮有侪人的生活因为疫情的关系，陷入艰苦甲身躯的病痛，总是阮恳求你来牵阮的手，扶持阮的心，互阮有智慧对困苦的环境中行出来，互阮伫每一日的生活中体会到主你为阮所做的，因为阮拢是要倚靠你，对愿望中得到力量。阮伫今仔日要来学罗你。赞美你，愿今仔日的敬拜拢通成做你所欢喜。主啊，阮知人的智慧无法度较赢你的智慧，人的气力无法度较赢你的气力。阮知，甲主你沟通，就是阮的祈祷，恳求你怜悯阮，疼惜阮。阮将阮的重担交予你，因为阮决意要倚靠你，安尼阮就会当对困难中得到温顺甲福气，对困苦中享受幸福甲美满的生活。阮相信你所赏赐予阮的万项事拢是好的，遐个艰难会变做阮的智慧，遐个困苦生活也会变做永远的福气。只要阮专心倚靠你，主，你安尼讲，我要互因加添济济，无得减少。互因尊贵，无得卑微。所以阮知，你所讲的话，毋是安慰阮，是爱阮尊叹你，倚靠你。只要阮用心甲你交陪，阮就会得到你极大的恩赐。亲像你的话所讲明，我用永远的听你，因为安尼，我用慈爱牵你。阮遮有罪的人，伫你的面前祈祷，恳求你赦免，恳求你接纳。阮安尼祈祷祈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启应文第56篇，也是约翰福音第1章。创世以前就有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的人毋捌伊，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都诚侪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过上帝。这是来吟圣诗第165首，咱一个吟。
仔日要读的圣经节记载伫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21节。恁若听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我要对爸求，伊捌赐恁另外一位为助者，通甲恁永远伫地。伊是真理的神，世间人袂当接受的，因为因无看见伊，嘛毋捌伊。毋过恁捌伊，因为伊甲恁同在，会继续伫恁内面。我袂放恁做孤儿，我会阁倒转来恁遮。阁无偌久，世间人袂看见我，毋过恁会看见我，因为我活，恁嘛会活。到迄日，恁会知我伫我的爸内面，恁伫我内面，我嘛伫恁内面。接受我的命令，阁遵守的，就是听我的人。听我的爸会听伊，我嘛会听伊，阁将本身显现互伊看。这是来赞美，请小诗班。因要唱的歌是《主，我愿较亲近你》。我
这是正道。李牧师要讲的信息是：听伫行动中，请李牧师。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对天想事，慈悲疼痛的上主，感谢你的恩典满满赏赐予阮，互了阮来跟对你的圣子基督耶稣。这是阮同心自执，为着要领受对你来的教示，恳求圣神保惠师临在伫阮中间，帮助阮听了明白，嘛有对你来的快乐，遵行你的道。祈祷是奉靠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免。主内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今仔日会通来到咱的中间来甲大家三角分享吼。其实一直到昨，拢犹阁咧考虑敢通来啦吼。因为我顶礼拜三聚会做伙食饭的学生，礼拜四甲我讲伊钓啦。所以今仔日吼，我会真故意甲大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啦吼，较袂去甲大家害着吼。好，咱进入今仔日的经文吼。伫今仔日经文的一开始，耶稣清楚表示讲，希望军队伊的门徒会通用伊所展现迄款疼的模样来成做人生观。伫耶稣特要完成伊普世宣教的使命进前，耶稣对这个门徒讲明伊的心内对因的疼，而且佮应允上帝一定会差派保惠师持续伫门徒中间团契，佮帮助因会通认出上帝的疼，才是真理。伫约翰福音所编写的年代，迄个时代是罗马帝国极兴旺的时代。迄个时代虽然无像咱即马迄个世界拢总有摄影机吼，拢有监视器，但是逐个人的身躯边嘛，亲像充满帝国的感示。伫即个大殿的正中，插的是一个扣动碎该杀的雕像，然后即个派伫当地的军队嘛咧展现一个帝国的战略。但是伫约翰福音内底，咱会通发现到有另外一款含即个武力无共款的快乐，即个疼的快乐会为百姓带来性命甲同伴的关系。伫经文内底，咱有看到耶稣真侪摆讲到会甲恁同在。即个同在看起来改成无啥物分量，但是这是耶稣的应允。耶稣讲，伊会甲遵行命令的即阵上早军队伊的门徒同在，上时这的门徒嘛同款会伫伊的内面。所以，伫传统天主教，因对伫即个门徒的即个传承、即个传统真看重。总是伫咱新教，咱介先较无咧讲，到底什么人才是真正是即个初代门徒的继承人？好，所以当咱咧看即个同在伫耶稣的内面，即个伫伊的内面，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敢真正有伫我的内面吗？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讲：我也要对爸求，就伊要用过一个保惠师互恁，互伊永远甲恁住。歹势，我用的是迄个巴克勒版的台语啦，吼，含咱差不多读的即个台语版本无啥共款吼。因为我到即马搁咧看白话字吼，所以我是用即个版本的吼。伫圣经有的版本，佫会有注脚写，即个保惠师嘛会当翻译做劝慰者、劝慰者啦吼。即个保惠师，咱爱注意着，
毋是咱去求来的哦，毋是咱用啥物方法去学啥物祈祷了，即个保惠师会来。毋是我靠咱的气力，是因为有耶稣替咱求上帝，了后上帝甲即个保惠师互咱。即个保惠师经文写讲，伊是真理的神，咱嘛通称伊做圣神。即个充满真理的圣神，耶稣应允会永远甲门徒三甲伫地，嘛会甲咱三甲伫地。当咱听见圣神同在，也是讲咱较接听到讲圣神充满的时阵，咱会想到啥物款？咱通常会想到讲，迄可敢若是一种真温暖，也是讲真个人性的感受，一种甲主结连，然后真甜蜜的感觉。尤其即马侪的福音诗歌，介绍嘛拢将即个圣神的同在焦点就放伫个人经验的感受顶面。尤其伫即个，咱感觉，即个月实在是真侪，互人艰苦心的新闻吼，包括伫美国，包括伫逐所在吼，伫即个真失控、真混乱的时代，安尼来理解圣神，确实咱会感觉真安心。总是伫希腊文的原文内底，保惠师伊嘛通翻译做另外一个名词，叫做辩解者。就是即个辩解者，就是亲像律师共款吼，是咱的辩护律师。当咱受传出庭的时阵，即个圣神是徛伫咱即边来替咱辩护的。所以，若是咱用即个角度来理解圣神保惠师，咱可能想到的是，毋是迄款个人性的感受，咱会感受到伊是一个有气力、有行动力的气力。当耶稣讲会差派另外一个保惠师的时阵，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啥？大圣已经有一个啊嘛，爱先有一个，才会有另外一个啊。所以大圣即个是啥？其实就是耶稣本身啦，耶稣就是迄个大圣来的保惠师。所以咱会通理解讲，耶稣伊本身就是迄个有行动力的气力。当咱回想福音书内底耶稣的行动，耶稣甲外邦人、甲有罪人同坐倒。耶稣伫圣殿的门口去引导兑换银钱的桌啊。耶稣伫加利利甲耶路撒冷来来去去，施行医治甲教示。关系耶稣这位保惠师的记载，和咱所感受到迄款个人的安全感完全无同款。咱理解到这个保惠师是采取行动的，所以当耶稣讲，我也要对爸求，就伊要用搁一个保惠师互恁，互伊永远甲恁住，因为伊甲恁三甲大，搁要踮伫恁。迄日恁要知我踮伫我的爸，恁踮伫我，我踮伫恁。耶稣这话是，互咱去想象咱和上帝的这款神秘的结合吗？是一种抽象的观念，还是一个人讲狂喜，还是迄个狂悲的迄款精神的状态吗？当耶稣徛伫彼勒岛的审判台前，彼勒岛问耶稣一个问题，讲真理是啥物？结果耶稣徛伫遐，一句话都无讲。但是耶稣一句话都无讲，其实
即个行动讲出真侪话。彼得倒问耶稣讲真理是啥物的时阵，耶稣徛伫遐，敢若咧亲像对彼得倒讲：真理徛伫你的面前，你仔细看我，你会看到真理是啥物。咱仔细看耶稣，咱才看会到真理。咱看袂到圣神，但是咱看会到耶稣施行医治甲教导，看会到耶稣成全上帝旨意，受定死了搁活。咱甲耶稣所有的行动回想一摆，咱就会发觉到彼得倒所问真理是啥物的答案。咱嘛会发觉到真理的圣神，迄个保惠师，其实就是耶稣伊家己，踮伫咱的中间，甲咱同在。耶稣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行动，拢咧甲咱启示一项代志，就是咱爱活伫现时阵、现时刻。咱爱去体会家己甲别人所受的苦痛。伫即个，咱已经互即个病毒已经乱超过2年啊，对无？好，但是因为即个毋是讲即个病毒对咱真好吼，是咱经过这个经验了。我相信咱有一个真深刻的感受，就是有即个瘟疫，要讲瘟疫嘛，即个疫情开始进前，咱拢感觉讲，我顾好我家己就好啊。吼，我个人好好啊，好好就好啊，别人安那拢无我的代志。即马敢真正是安尼？咱确实发觉到，咱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每一个人的行动所影响的，有袂当讲有可能，差不多是100%，不只是伊家己。大家拢同意吧？伫即个疫情以后，咱确实有发觉到，咱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咱无法度搁转去甲亲像过去迄款遐尼啊个人主义，干那顾家己。所以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其实咱看见，但是咱有咧注意吼，即个经济活动，咱会发现到真侪店面拢改头换面，对无？阮讲这会是一个真大的洗牌吼，就是活落来了，伊会愈强，但是活袂落来，就无去啊。好，店面、路边摊服务业，嘛真侪人的家庭陷入经济的困难。上时因为咱真侪活动拢无法度举办嘛，吼，阮嘛因为安尼真侪宴会无法度办，吼，所以人的即个社交频率变少，逐人的寂寞感甲孤单的感受嘛会大大提升。所以伫希腊文即个伫你的内面，其实嘛通翻译做伫恁中间。当咱开始理解圣神的充满，其实并毋是伫咱个人性心被结合，是爱咱去感受上帝的创造，爱咱去关心咱身躯边四周围所发生的代志。迄个时阵，咱可能特别伫遐真焦虑吼，讲到底我敢有真正和上帝同在？咱会当加开较侪气力，伫
伫咱的生活甲信仰通做伙结合的顶面。约翰福音14章18节，耶稣讲：我无要放恁做无爸的囝。我拄有发现到，即马翻译叫做孤儿吼。耶稣讲：我无要放恁做孤儿，我来就近恁。其实咱毋是孤单的，伫即个疫情过去，大家还未自有风声进前，咱嘛无法度亲像即马安尼会通来做礼拜嘛吼。咱着爱，敢若会当透过网络啦吼，大家还阁会记一吼礼拜堂内底敢若会当5个人的即个规定。吼，但是咱会通彼此联系关心，咱会通伫同一个时间，就算无伫现场，嘛是伫同一个时间做礼拜。上帝透过圣神，咱虽然肉体伫无共款的所在，上帝甲咱结合做伙。咱拢知影，即个提勒沙修女，伊伫伊的即个回忆录内底，伊记讲伊所拄着的苦楚。伊讲伊大半世人，差不多感受袂到基督的存在。这是伊家己讲的吼。虽然真侪人，甚至天主教嘛已经甲伊封圣吼，但是伊就算伫迄款幽暗的情况中间，伊并无放弃对基督的信仰。就算伊无啥物灵恩的经验，伊嘛悠然坚定领受伊所受的呼召，完成伊的使命。阮顶礼拜拄啊好举行一个毕业，办互今年的毕业生的一个灵修营。这个灵修营是操练叫做默观，也是讲归心祈祷、默观，或是归心祈祷啦吼。大家可能会感觉阮伫离咱无介远的所在吼，就伫圣经学院，搁较过一点遐有一个天主教的修院。吼可能会真侪人讲是安怎基督教去学天主教的物件啦吼。这可能爱小可讲一点历史吼。咱基督教有偌久的历史？超过2000年对无？对嘛吼，咱超过2000年啊嘛吼。但是伫400年前，咱还未含天主教分家的时阵，迄是咱的，也是因的，迄是咱共有的，对吧？所以，阮去带因去学习的即个祈祷，其实是16世纪以前基督教就已经咧使用的即个灵修的方法。吼，迄是因为宗教改革了吼。真可惜，咱甲修院的制度废掉，结果所有的灵修的方法，剩一种。咱的祈祷剩一种，就是一直甲上帝讲话。但是介成拢无人甲咱教讲，到底要安怎去听上帝甲咱讲话？除了读圣经以外，吼，介成无，咱伫神教较无咧学习讲，到底上帝安怎甲我讲话？吼，所以。阮去学习迄个咱上古早，甚至是早期第3世纪、第4世纪、第5世纪遐教父，因所使用的灵修方法，就是安静，伫安静落来，去感受圣神的同在。当咱的祈祷无受应允的时阵，有时阵咱会怀疑上帝敢有听见咱的祈祷。总是咱爱相信，咱的上帝是一个监察人的心的上帝。伫咱开喙之前，伊已经为咱备办上好的福分。听咱的上帝，就亲像是听咱的父母，也是养饲咱的人共款。虽然有时阵父母也是养饲者，无一定知影咱的需要，总是
做爸母的人拢知影，真正疼一个囡仔，毋是伊要讨啥就有啥，对吧？吼，啊无迄就叫做成囡仔嘛吼。所以有时阵咱会感受袂着圣神，甚至像提勒莎修女，也是讲伫即个做灭管的祈祷真久长的时阵，有时阵会拄着迄款叫做灵性的灵性低谷啦吼，就是伫祈祷中感受袂着上帝。阮伫即届的即个带学生、毕业生去学习即个祈祷，其中有一个操练吼，叫做耶稣来拜访你1点钟，就是互因安静落来了吼，过来派一个功课，就是讲接下来即1点钟，就是你个人啊，耶稣要来找你啊。你会和耶稣做啥物代志？你要甲耶稣讲啥物话？我就去想着讲，咱界生足少有即款的体验，对无？咱毋捌有意识去感受讲，哦，接下来这1点钟是耶稣来找我，啊，我要和伊讲啥？但是有一个情景，可能咱拢捌体验过。咱回想咱足细汉的时阵，敢捌和翁仔讲话过，和绒毛娃娃讲话过，和你迄只小熊，还是小狗，还是你要困之前爱猫片仔的迄领被，做囡仔拢捌做过即个代志嘛吼，就是有一个伊真实同在的。但是咱会当伫祈祷中来体会到即项代志啊！1点钟，今仔日咱下晡，咱若无啥物代志，转去厝里就会当试看卖啊。迄1点钟，你安静落来了，看耶稣来拜访你，你要问伊啥，还是要和伊讲啥物话？吼，体会看卖啊吼。但是若是感受袂到咧，咱会通伫啥物所在？找到耶稣，其实答案伫咱的中间。下面我要用一首圣诗吼，可能有人知影伊伫第几首吼。有一首圣诗叫《耶稣，阮伫倒位找你》，讲伫医生的手中，伫传道人所传的道理，伫领袖的计划拿图，伫艺术也是建筑工程。伫妖魔人群，也是家仇的面容；伫囡仔的面，伫一切受造物的中间，咱敢有法度认出耶稣的同在？听，毋是干那付出，上是嘛包括接受。所以，咱毋是干那付出行动去听别人，咱上是嘛要接受别人对咱的疼。耶稣确实应允伊的同在，嘛应允遵守伊的命令去听人，彼此服侍的人，就会有圣神的同在。所以耶稣所讲即个疼的界面，其实毋是甲基督合做一体的感受，是主人为着门徒洗脚的行动，是以君王的身份。却甲罪犯同顶十字架的行动，伫即个行动中的耶稣的形象，就是真理的圣神临在伫咱的中间的形象。咱嘛会通伫咱的生活甲行动中来认出基督，认出圣神，听。讲实在，若是咱家己当做一个界面来守的时阵，迄嘛毋是真正的听。拄啊，亲像，阮的学生伫遐吼，后壁有一个乐群，一个阮的助理叶翔是阮的助理。今仔日我若
命令叶翔送一项礼物给月群，去互月群知影讲啊，这项礼物是伊为着命令来送我的，伊会感觉迄个礼物是礼物吗？毋是真心要送的吼。所以其实听讲实在，是咱爱先领受着了，咱对上帝遐领受着听了后安那，自然流出来的、满出来的，迄都是自然的听，会流去甲别人的心内。吼，但是要安怎互上帝听先流入来咱内底？咱爱清所在，互伊装啊，对无？吼，所以安静落来祈祷，互家己的心静落来，迄就是尽量互咱内面，互圣神有所在运作。当咱会通看见，会通安尼自然流露出听，咱就会看见咱的兄弟姊妹、咱教会、咱的社区。伫即个教会四周围社区，耶稣会采取什么款的行动？然后咱和耶稣做伙行动。迄时，咱甲教会四周围的人斗阵生活的时，咱会认出圣神的临在。咱同心来祈祷。主爱上主。愿知你深深听阮，对起头就将怜悯慈爱赐予阮，就亲像是阮的老爸甲老母，甲阮抱伫你的胸前，嘛伫每一天引带阮行正直的路。阮祈求阮一生会通为你来活，求你继续带领阮的心思意念，嘛指导阮的言行举止。帮助阮伫彼此的行动中间，认出圣神保惠师慈爱的工作。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免。我接下来做大专事工的报告吼啊，大先我请即个是阮即个香山团契的学生吼，伊是日本人吼，对，伊的名4个字无毋对吼。我先大声请伊做见证吼。どうぞ。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新子总会大专施工部大专纪念日历，感谢总会友们国际队大专学院宣教施工等关心带导奉献。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河野光喜，我是来自日本的福冈，目前是云北医师科技大学食品科学系的研究所2年级。然后我大三，今年7月毕业，参加新子大专学生中心向上团契的聚会。我的信仰的部分，在九州的福冈，叫想自求基督福音教会的聚会。我是第3代基督的家底，我的阿公在教会讲道，我的关系的
名字是取现今罗马书12章12节，与希腊的人要同乐，与古的人要同苦。那日文的圣经说：“喜ぶ者と共に喜び、泣く者と共に泣きなさい。”亲子大专一直保持着今年是教会的现在与未来，是一新年培育大专学生对信仰的扎根与作就，并介绍基督耶稣给不认识的主的大专生。今年的主题目标是培育青年做门徒，是受虔诚做见证。重要的是让基督徒学生呈现一股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力量。亲子大专成立至今年58年，地方教会成立以来所接的奉献、关心与带导，让同工们能有后与自由继续推行大专学教事工。这是2021年9月迎新茶会，新年与新鲜跟每个亲子大专团体进行了一起交流。这是今年的2月自行伙伴领袖营会，认识自己的信仰，更了解自己的机会。然后这个是3月的时候，联合团体聚会，每个小组中做自己的每个故事的活动。然后向上团体的介绍，这个是迎新的聚会，然后插经，印尼跟日本异国美食的文化跟分享。那向上团体的目前的会长是最后面做的梦想。最后，请各位弟兄姐妹继续以奉献以及带导支持大专校园小救施工，邀请大家一起为上帝的施工打拼。通过纪念之日的分享与交通，能再次体会上帝应许的事与弟兄姐妹丰沛的爱心、关心和带导。谢谢大家。帮我放另外一个 PPT。不是这个，另外一个。好，
感谢伊真努力吼，用伊会向咱听有诶语言来甲咱分享吼。我即马简单有一寡事工伊拄仔报告过，我就真紧跳过吼。我先介绍阮即个机构吼，其实阮办公室就伫咱即栋大楼诶4楼啦吼。所以有时阵可能礼拜2来就会拄着我吼，我会来开会安尼。新竹大专吼，阮所负责的范围即个范围就是桃园、新竹、苗栗吼。所以我个人是住伫中立吼，我负责桃园、中立即区的即个大学甲专科吼。所以咱所看到遮是迄个阮所有团契的学校吼。人力无够，所以阮就会邀请义工辅导吼，包括阮嘛有含即个客家宣教中会做伙合作吼，所以这是一个团队一个牧师，这是即个客家宣教中会的团队甲牧师吼。中区就是即个区牧师，伊是负责新竹区吼，有义工辅导嘛是有邀请阮的毕业生，也是讲教会的牧师来。正做阮的义工辅导，了伫南区的所在是有另外一个助理吼，伊负责3个学校。好，过来事工的报告，我真紧报告过吼。这就是阮每一学期会办一届互遮尔大的区域的团契做伙联谊啦吼，了因就会家己去生一寡事工出来吼，就变做学生家己主动去筹备活动。学生筹备活动出来，就会当邀请未信者做伙来参加，安尼阮就有机会去接触到未信者吼。即个灵修营就是阮准备互毕业生的礼物，就是讲过去阮拢可能办一个礼拜，送一本册，但是迄册伊到底有看无看，毋知啦。即个灵修营吼，其实对囡仔来讲是一个真好的礼物，因为伊学习到一款灵修的方法，是伊会当建立伊个人甲上帝的关系，会当用一世人吼，3工2暝，一个人成本差不多3000块，但是用一世人一年才无几箍啦吼。所以阮送即个礼物互因了，阮就爱来募款安尼啦。迎新茶会是。主要是互遮个考来咱的区域的遮个大专生第一摆接触吼，了阮就会阮嘛有含教育部合作吼，就是讲鼓励学生去参加教育部的训练。好即个是互学生透过讲师的引带，搁较认捌家己，因为即个嘉年文讲过嘛吼。愈认捌家己，就愈认捌上帝；愈认捌上帝，就会愈认捌家己。所以认捌家己是认捌上帝的一条路吼。好，联合聚会阮阁有一个10月份的营会，我咧想今年应该会当办啦吼，就是即个可以若尼奥吼，这是3工2暝办互。即个新的朋友，因为团契要解说真歹解说，但是参加过的拢知影啥物叫团契吼，所以阮办一个体验，啥物是团契的营会，3工2暝，阮才收700块吼，住升级学院，所以住一暝就无啊啦。好，另外阮有几条专款吼，一个是青函奖学金，一学期发一摆，一个助学金，即个是。互学生提供拍工的机会吼，毋通因为拍工无参加聚会，所以你若是为着这个专款奉献的，就会是用伫即项代志顶面，尔袂用去别项吼。另外一个就是中会目前支持2个专职的牧师吼，其实我知影中会的负担足重的吼，但是。阮真希望讲桃园、新竹、苗栗拢会通至少有一个传道人，所以阮希望讲透过阮募款有一个专款就是为设立第3个传道人来募款就是一个月500块，若会当找着100个人安尼就有够聘一个传道人所以
若是你愿意为着即个事工长时间来支持的话，嘛会当为即条捐款来奉献。另外，即个是为着阮的经商费吼，因为过去2年，阮的募款因为疫情的关系，确实募款嘛受到真大的影响，所以阮的经商费一个月差不多爱15万至20万吼。所以阮嘛希望找50个一个月奉献500块，会当持续2年、3年安尼，对事工来讲是真大的帮助。好，上尾即个就是阮的即个脸书的粉丝专页，甲另外一边是 IG 的即个粉丝粉专请大家伫奉献袋后壁嘛有啦就是讲会当你若有咧用脸书的甲阮起赞起分享，嘛是咧做宣告是安怎？因为其实阮有学生是看到阮的粉专，家己找来团契。就是去互阮闹教会的啦，咧调查名单的时阵有一寡教会可能无甲名单互阮，但是迄囡仔伊家己去看到了，家己找来团契，所以你若是有咧使用遮的即个社交软体的时阵，帮阮起赞起分享，嘛是一个真大的帮助。你若是对我拄仔讲的遐个转款有负担。嘛会当透过即个奉献袋内底有信用卡的表格会通为着即个事工做长期小额的奉献，会通是真大的帮助。请大家为着即个宣教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以上报告，多谢。这是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260首，天边海角侪侪主面，请起立。回应上帝的听，请事现的同工。
请起立念奉献诗。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阮得到对你来的财富、金钱、甲快乐，我嘛愿意来接受对你来听，我嘛愿意对遮来奉献咱的金钱甲快乐来诚做你事工的使用。安尼感谢甲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请坐。即时来报告，报告大声，咱先欢迎大专中心的学生，因坐伫迄个角落吼，咱泡泡欢迎因，请坐。今仔日主日是大专奉献主日，感谢李牧师正道听伫行动中的勉励，甲大专事工的信息。请兄弟为着大专事工来关心甲代祷。感谢小杨长老伫华语堂讲道。本主日黄牧师代表大专前往南寮教会。后主日5月29是本会福音主日，邀请詹俊义长老正道。詹长老学经历丰富，有7年含义优异的情缘，伊安怎回归光明，再攀人生高峰。请欢迎兄弟参加，佮邀请 Best 交模特友来参加福音主日。詹长老的学经历，请家己参考。教会近期规划青春启航课程，调准青少年家长小组。因应疫情，本小组先成立线上 LINE 群组，公园青少年家长小组，分享甲青少年相关的最新消息甲知识，欢迎有意参加的家庭甲家豪执事夫妇联络。第4点，要招募圣餐杯服侍的同工2到3名。事工是有备2堂礼拜圣餐杯的准备，甲清点当日陪餐会员的人数。欢迎有意参加的兄弟玉山干事报名。第5点，近期教会因为事工的需要，办理2项事工专款奉献，请兄弟关心奉献。第1点是幸福小组事工，第2点是7楼音响采买设备，预算是18万。过来具体的消息，咱真毋甘燕如执事，伊伫5月初10，因为胰脏癌安休主怀，已经伫5月18举行火化甲树葬的礼拜。
愿主安慰众娘姐妹交伊的遗族甲亲友。报告以上。咱来唱祝福车恳的诗歌《圣诗》第402首。吟诗线，请牧师祝祷，请起立。但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转能上帝慈悲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因带，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之地，分享上帝的疼，对即时直到代代无尽。阿门。谢谢。